哎呀，好来，北老汤哦，老个四个东西。来，冰块，冰嘎，冰嘎，冰嘎，串冰，冰嘎，哎，选一我种。讲一解，冰嘎，你给我讲一解。冰嘎，哦好，我问老师哦嗯，来，老师，你念一解。来，冰嘎，哇，好你对，好你因为讲英文来讲啊，变格，是。变格好来分数，恭喜哦，好这个得到第3分哦。厉害厉对。害！咱这种一角一角的啦，吼，是会细细角角，一角一角，咱就会讲什么角安尼啦。对亲像讲你若肉切做一角一角嘛，是有讲肉角。是嘿，所以这种的是咱讲冰角，啊，无用筷来讲，你用筷迄是照迄个字的音，吼，啊，但是咱无用这个筷，吼，所以是冰角安尼。老师，你捌听过阮宜兰人拢讲酸啊角？对，啊，迄是宜兰特殊的，对，是吼，宜兰特殊的。酸啊角，我感觉奇怪，酸啊是啥？酸啊就是这酸啊角，酸啊角双仔角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